時間冇同大家錄播啦，咁又同大家見面啦，Hello，咁今日咧我嘅主題咧就想講一講就係特朗普預算失誤啦，咁同埋就係呢一個黃金突然之間回吐得好犀利啦，咁亦都想講一講就係比特幣突然之間咧突圍而出嘅，OK，咁喺開始之前咧就先同大家做一個免責聲明先，咁跟住落嚟我所講嘅圖表、消息、數據、新聞等等，全部都唔涉及任何嘅投資建議，純粹係個人嘅記錄咧同埋學術研討之用嘅啫。OK，嗱，咁咧先同大家去探討一下特朗普先。咁今日我都準備咗兩個新聞要同大家傾一傾嘅，咁但係先講咗特朗普嗰一部分先。咁好多人都話特朗普而家預算錯誤啦，就打呢個關稅戰。咁開頭以為中國咧會跪低，但係咧最後就冇跪低，就反而係同佢做一個抗衡啊，令到而家美國嘅經濟咧陷入一個危機。咁但係其實大家要記住，如果有留意開我嘅直播咧，我一直都話其實而家美國經濟個危機咧，絕對唔係特朗普去造成嘅。OK， 喺未有關稅戰之前咧，其實鮑威爾佢哋聯儲局咧已經係知道美國咧係有機會衰退㗎啦，個經濟亦都係非常之差㗎啦。因為點解咧？所有大部分嘅數據啦，OK， 都喺特朗普嘅關稅之前咧就已經開始咧不停咁樣係開差啊，比預期差好多。咁所以其實我已經講過好多次，就係話其實今次暫時個經濟危機咧，個成因未必係特朗普事嘅，即係未必係完全關特朗普事嘅，反而咧其實就係美國一路日積月累以嚟嘅問題咧，要開始爆破咁解嘅啫。咁當然啦，你話特朗普會唔會話成功真係可以係令到美國即係叫做American Great Again 咧？咁我覺得有啲難度啊，依家有啲難度，但係唔緊要。無論個市場發生啲乜嘢事都好，我哋都要靠我哋嘅分析咧，喺個市場度咧係做一個最正確嘅決定嘅。好，咁嚟緊咧，我亦都會覺得咧，特朗普咧佢可能未必有太多嘅招數，咁而家唯一嘅招數就係同大家去講和嘅啫。咁同時之間咧，關稅戰嘅消息咧，我覺得大家咧就盡可能咧就唔好再炒關稅戰嘅消息啦，因為點解咧？而家市場充斥住太多嘅假新聞，即係譬如特朗普成日都講就話我今朝先同中國開完會啫嘛，但係中國嗰邊嘅發言人就話從來都冇任何嘅談判或者協議或者商議過關於關稅戰係點處理嘅呢一件事。OK， 咁所以其實既然有咁多假消息存在嘅時候咧，其實個市場咧係非常之高風險嘅。當然亦都會有人認為就係市場有好多機會啦，因為有消息炒嘛。但係我哋去做一個交易咧，我哋一定要得到一啲好 confirm 嘅消息或者 signal 咧，我哋先好去做一個交易。OK， 咁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咧，對住特朗普呢件事咧，一直都係保持一個旁觀者嘅態度去睇就得噶啦。咁同早排唔係好一樣，早排雖然個黃金升好多，但係因為早排其實佢哋嘅動作係好實在啊嘛，即係加就互相大家係咁加關稅，但係去到依家咧已經係大家去就呢件事咧，慢慢去浮現一啲就係唔真實嘅嘢。咁但係呢啲唔真實咧，去到最後咧都會有一啲真實嘅事情再出翻嚟，就係睇下佢兩個國家，就係中國同美國之間，到底佢哋對於呢個關稅戰嘅態度咧，係會用啲咩手法去處理嘅啫。OK， 因為如果佢哋係真係有協商嘅話咧，一定會有啲消息傳出嚟，同埋大家根據就係特朗普第一任嘅任期之後咧，其實大家都會見到特朗普嘅作風咧，好中意就係講一啲消息出嚟先，試探一下市場嘅口風等等所有嘢。OK， 咁或者陰謀論啲咁講啦，其實特朗普有可能係利用呢個關稅戰咧去轉移一個焦點喺台底做其他嘢，即係當然呢個係一個陰謀論啦。OK， 嗱，咁今日咧嘅新聞先同大家講咗兩件事先。OK， 咁首先第一個咧就係呢一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啦，就係促請各國盡快解決呢一個貿易嘅爭端。咁其實無疑咧，雖然頭先就係話本身美國嘅經濟衰退就唔關特朗普事，但係特朗普呢一個關稅咧，的確係令到環球嘅經濟咧係有一個影響喺度嘅。咁其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即係我哋俗稱 IMF 咧，咁其實已經好耐冇出聲㗎啦。咁其實佢依家再出聲嘅時候咧，好明顯就係而家個關稅已經係影響到全世界個經濟運行啊。咁所以其實嚟緊啦，可能全世界嘅經濟都未必太好。咁但係喺全世界經濟唔太好嘅時候咧，大家要注意一樣嘢，因為我成日都講就係話，當全世界發生一啲好唔好嘅嘢嘅時候咧，第一件事，全部人就喺投資市場上面攞走晒啲資金先，安全咗先，揸住啲現金，等到個世界穩定翻先再入市。咁所以喺投資嘅角度嚟講啦，大家無論做任何嘢啦，股票、外匯、黃金、
加密貨幣都好，都要小心啊。OK，咁另外一樣嘢就係講緊就係嚟緊6月啦，有機會恢復減息。咁其實6月減息呢一個可能性咧，一直都存在㗎啦。因為即使你話聯儲局嘅官員啊，佢哋都係講緊就係話2025年嘅下半年 ，OK 先開始會考慮進行翻減息呢一樣嘢。考慮翻進行減息呢一樣嘢，咁當然啦，你話而家仲有2個月，咁去到2個月之後咧，其實而家呢啲消息開始出嚟嘅時候咧，慢慢就係開始有一啲新嘅產品啦，有一啲市場啦，開始會有一啲升勢，因為佢已經開始炒緊個消息啦嘛。OK，咁假設如果真係特朗普佢喺呢一個關稅戰上面咧，係暫時冇乜喐動嘅時候咧，市場嘅焦點咧將會轉移到就係6月減息呢一個焦點。咁如果個焦點去咗減息呢一度嘅時候咧，咁黃金同加密貨幣咧有機會喺呢一排咧個表現會比較優秀少少，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下。OK， 嗱咁今日咧我主要咧係希望同大家咧講多啲技術分析嘅嘢。嗱咁首先咧就同大家睇咗個美金先啦。OK。好，咁啊，美金其實咧，暫時你話如果我哋去睇嘅話咧，佢依然仲係處於一個咧下跌嘅趨勢嘅，即係大家會見到所有嘅移動平均線都係向下嘅時候啦，咁同埋美金咧，亦都係 keep 住慢慢落完反彈，咁我預計其實佢未來咧都會繼續落，主要原因因為點解咧？頭先已經講咗啦，就係本身喺特朗普關稅未開始之前啦 ，OK 已經美金係。美國呢一個國家已經係開始慢慢個經濟下滑緊㗎啦，OK，咁所以我會預計美金咧嚟緊亦都係會越嚟越弱，OK，咁雖然而家美國嘅財長貝森特佢都話會實行呢個強美元政策，但係調翻轉其實有時特朗普亦都會話想行一個弱美元政策，咁所以其實而家美國嘅消息咧係非常之矛盾嘅，咁但係佢矛盾還矛盾，我哋最緊要睇一啲真實出到嚟嘅嘢 ，OK，咁如果你話佢嘅關稅戰係真係影響到美國嘅利益，咁從而亦都會影響到美金嘅強弱嘅 ，OK，咁同埋再加上就係之前咧話有啲國家就係為咗對抗佢哋呢一個嘅關稅戰啦，不停咁拋售美國10年期嘅債券 ，OK，咁從而都會削弱咗美金嗰個嘅個購買力，咁所以我會認為就係美金咧，暫時嚟講咧個趨勢都係偏向下行為主㗎啦。OK，咁你話如果個頂位喺邊咧？其實睇住呢啲通道嘅中間位啦。咁首先第一個位置啦，俾大家參考下先。OK，咁我移翻好呢條線先，就大概係100齊頭呢個位置啦，100.2左右啦。咁我覺得100呢一個整數心理關口位咧，亦都係非常之大嘅阻力嚇，因為佢除咗係通道嘅中間位置啦，亦都係呢一度咧接近平頂嘅位置，所以呢度嘅阻力咧係非常之大嘅。所以我亦都會睇美金咧，可能即使反彈都好啦，佢唔真係企穩喺100樓上嘅話咧，嚟緊嘅趨勢都係會繼續下跌。咁下跌到邊咧？咁我哋唔好估計佢下跌到邊住，因為而家暫時我會認為市場咧個焦點咧未夠清晰，到底係咪會由關稅戰轉去呢一個嘅減息咧？咁如果係嘅話咧，有機會美金會繼續下滑啊，繼續下滑。咁我哋亦都睇一睇比特幣先。嗱，比特幣。如果大家記得我上一個直播咧係講咩咧，就係話比特幣即將爆升 ，OK， 咁而家已經反映咗俾大家睇，就係比特幣有冇爆升到。我講過幾個原因嘅 ，OK， 首先第一個原因就係比特幣已經係俾人哋執咗落去啦 ，OK， 已經係跌咗大概係30%左右啦 ，OK， 咁然之後啲人就會開始買一啲平貨啦，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咧，我就係話估計就係比特幣咧會受到即係有少少陰謀論咁講，就係話既然特朗普可以利用個美股令到佢哋啲富豪賺錢嘅時候，同時亦都可以利用到比特幣，因為比特幣之前嘅成交量已經係一潭死水咁樣 ，OK， 所以啲大戶咧會追蹤住比特幣嚟做 ，OK， 點解？因為佢哋用比平時少嘅成本已經可以推喐個市場啊嘛，咁推喐個市場嘅時候喺邊度咧？其實大概就係呢啲位置啦，大家會見到，喂，一支大陽燭再加埋個高成交，咁仲唔係呢度進場？即係一啲大戶做嘢嘅跡象，我哋已經睇到，所以個比特幣咧，亦都喺最近啦開始已經係突破翻9萬點。咁所以比特幣咧，大家會見到之前我畫咗呢一條嘅白色線，咁啊大概92,700左右啦，92,700左右啦。咁其實佢呢幾日咧都叫做企穩咗喺上面㗎啦。咁爭在嚟緊後市咧，
其實佢會唔會爆發翻上去嘅啫？咁我自己會認為啦，其實特朗普解決咗佢哋關稅戰嘅問題之後咧，就會開始處理佢加密貨幣成為佢哋本身嘅戰略儲備嘅呢一個問題。咁所以我會認為比特幣喺後市嚟講咧，都係會繼續上升，而且係會有機會挑戰翻佢哋當時嘅歷史高位嘅啫。OK，咁所以比特幣咧後市亦都係 keep 住去睇升啊。咁啊，之前雖然好多 KOL 都話睇跌睇跌睇跌，咁都唔係話錯晒。咁但係我哋都要視乎翻就係市場對於比特幣嗰個嘅睇法，然之後先可以判斷到佢後市嗰個走勢啊嘛。OK， 嗱，咁亦都同時大家會見到啦，佢哋嘅移動平均線咧都慢慢開始向上咬翻嘅時候啦，即係大家會見到，喂，呢一度10天、20天、50天 ，OK。100天同埋200天移動平均線，而家暫時係得翻100天移動平均線咧，即係藍色呢一條咧係未正式咬上嘅啫。咁即係比特幣如果再多支大陽燭嘅時候咧，衝咗上去嘅時候，咁呢一支咧嘅移動平均線亦都會向翻上，咁證明咗比特幣初步係進入翻一個上升趨勢先。OK， 咁另一樣嘢就係到底比特幣如果嚟緊要突破嘅話，要去一個咩位置先可以繼續有一個爆發性嘅上升咧？咁好明顯。大家都會見到就係呢一個嘅頂位啦。OK， 呢一個嘅頂位係幾多啊？大概係94,200，佢收市高過94,200咧，咁我哋亦都可以再睇高啲啦。咁再高啲就大概 around 係97,000、98,000嗰啲位置，97,000、98,000嗰啲位置。咁再上就已經係10萬啦。咁再上我就唔同大家去研究咁多住，因為我哋都要透過呢個錄課咧，慢慢去同大家分析就係未來慢慢逐級上嘅時候可以上到幾多。咁但係我哋要睇翻嘅就係佢呢一個比特幣咧，咁其實大家會見到呢一支嘅大陽燭啦，咁佢足足升咗大概接近6000點嘅。OK，咁如果你用94,000去升6000點嘅時候咧，咁其實我哋個目標個距離可以量度到大概接近10萬點左右啦，10萬點左右啦。咁其實亦都非常之合理，因為咧10萬點呢一個亦都係一個整數心理關口位，佢再成功突破嘅時候咧，咁上面嘅阻力亦都會變弱咗，令到佢可以繼續向上行。咁所以其實喺嚟緊今年嘅下半年咧，我都會幾睇好比特幣嘅。OK，咁啊，以太幣亦都同大家講一講啦。咁呢一條橙色線啦，之前佢跌咗落去之後啦，sorry 撳錯咗添。呢一條橙色線咁跌咗落去之後咧，而家已經係收復翻上嚟啦。咁條橙色線係咩位置咧？大概1715呢個位置，1715呢個位置。OK，咁其實你會見到呢幾日都企穩咗喺1715，但係佢就暫時俾呢一條嘅50天移動平均線咧壓住咗，就大概1812嘅位置。咁所以其實而家我哋會見到好明顯就係以太幣第一個嘅重要阻力咧，就大概係1815蚊呢啲位置。然之後就去到呢個位置 ，OK， 1900啦，1900啦，跟住先再慢慢會上翻2000嘅 ，OK， 先慢慢會上翻2000。咁我自己會認為其實以太幣咧，亦都係會受到大戶去追捧嘅一個商品。點解咧？因為以太幣真係仲靜過比特幣之前嗰排啊嘛，所以推喐個以太幣嘅成本亦都係更加低。咁最緊要就係呢兩個市場嘅成交夠高嘅時候咧，咁先可以令到就係、啲大戶會認為喺呢一個市場度推喐佢，然之後割韭菜嗰下先係叫做有利可圖啊嘛。咁所以我會認為咧，以太幣喺將來嚟講啦，即係都會受到呢一個嘅大戶去追捧，而且追捧嘅目標亦都會幾誇張。咁所以我喺下年咧，我預計啦，今年至到下年嘅上半年 ，OK， 以太幣係有機會再創翻呢個歷史新高。因為而家點解開始係可以判斷呢一啲嘅市場開始創一個歷史新高咧？最緊要就係而家個關稅戰已經係打到尾聲，咁冇計，特朗普啲動作太快，佢加到依家佢自己都唔敢再加，加完依家已經去到物極必反啊嘛，調翻轉頭走去要同中國傾就係幾時可以減 ？OK， 咁佢亦都講咗就係話未來嗰2-3個星期會決定到就係減幾多，雖然唔會去到0。咁講真，你如果去到0嘅話，你做呢個總統就已經俾人笑到面都黃啦，係咪先？即係你咁大嘅一個決策，然之後慢慢縮，即係好似啲討論區啲人成日都話，喂，Trump no cut 啊嘛 ，OK， 已經係冇晒招數啦 ，OK。
所以我會認為咧，而家市場對於呢一個關稅戰嗰個嘅消息咧，個憂慮咧已經慢慢減退咗，因為最差嘅情況已經到咗啦嘛。佢之後已經講咗就係唔會再加，反而會減嘅時候咧，咁所以佢減親嘅時候咧，都會係令到啲市場活躍翻。咁當個市場而家已經過咗最差嘅危機嘅時候咧，咁其實好多一啲平咗嘅市場，或者佢哋估值係低咗嘅市場咧，亦都會開始受人追捧翻啦。OK， 好，咁最後同大家去到分析呢一個黃金啦。咁最多人關心嘅就係，喂，好多人同我講話，阿 Sir 呢排好多人去放金喎，驚唔驚啊？咁其實呢個亦都係一個警號嚟嘅，即係大家都會睇啲新聞，都會見到話啲老細啊做到連飯都食唔到啦。OK，咁其實好正常。咁呢度要同大家講少少關於市場嘅心理學啦。OK， 或者市場嘅情緒啦。其實個黃金咁樣升上嚟 ，OK， 大家會見到個升勢都好誇張，升咗幾多咧？咁我哋度一度先。好，呢一度升到嚟呢度啦，大概升咗500蚊左右，大概升咗520幾蚊左右啦。OK， 然之後佢再由3500呢個位置跌翻落去，大概跌咗240蚊左右。OK， 咁即係大概回吐咗大概接近4成啦，回吐咗4成左右啦，3至4成左右啦。我哋試下用個 Fibonacci 拉佢出嚟。OK， 咁其實回吐咗接近4成啦，4成左右啦。OK， 咁到底個黃金係咪個升勢已經係冇咗咧 ？OK， 我相信唔係嘅，我反而會睇呢一個係一個健康回吐。首先，大家要理解到嘅一樣嘢，假設你喺呢一度揸貨睇升 ，OK， 上到嚟呢個位啦，繼續上到嚟呢個位啦，你已經賺咗500幾蚊金價，你走唔走 ？OK， 呢度走嘅原因咧，亦都係因為特朗普開始話個關稅咧要褪翻落嚟啦，唔再升啦。OK， 咁其實因為關稅而上升，亦都因為關稅而回吐。OK， 咁但係關稅之後緊接住嘅焦點係乜嘢啊？就係減息啊嘛。咁同時之間，大家要理解嘅一樣嘢就係點解佢升係會用咁長嘅時間，跌咧用2日就搞掂。OK， 因為升咧嗰個力量係要慢慢去累積嘅。累積完之後咧，先會有力去爆發，有力去爆發。OK， 咁爆發完之後，去到呢個位置，咦，大家見到唔妥咯喎，走嘅時候咧，永遠都係一窩蜂咁樣走。OK， 咁所以大家要理解一樣嘢就係，凡親個市升得耐嘅時候，跌嗰一下咧，一定係好急。OK， 呢啲就係我哋做 trade 上面嘅一啲技巧啦。雖然我哋未必可以喺呢一支陰陽燭度摸到佢個頂位係3500，但係我哋可以喺佢呢一支陰陽燭出現之後，第二支陰陽燭繼續去追貨做空，因為點解咧？離場嘅人一定係會越嚟越多。當然啦，佢唔會話一嘢就係一閃落去插爆晒。點解咧？因為總有啲人認為個價，咦，跌翻100蚊咯，可以進場繼續睇佢升。大家要記住，之前係因為關稅戰越嚟越誇張而升上嚟，而家關稅戰開始退，個憂慮開始減退嘅時候咧，開始跌翻落嚟。邊度睇到憂慮減退啊？大家睇一睇個 VIX 恐慌指數落翻嚟26呢啲位置啦，落翻嚟26呢啲位置啦。OK， 咁所以咧個黃金咧，你如果叫我去分析嚟緊仲有冇得升咧，我自己都幾有信心，黃金喺下半年嚟講係絕對有得升嘅。點解咧？因為個焦點已經去翻減息嗰度，就係討論緊6月減唔減息。咁所以個消息咧已經係由依家開始已經係炒緊㗎啦。OK， 所以佢慢慢可能跌到去一個重要嘅支持位嘅時候咧，慢慢就會開始有啲人囤積一啲嘅買盤，然之後等個黃金衝上去。OK， 咁所以就係雖然之前本身鮑威爾已經係講咗，就係話本身係減息減遲咗啦，咁但係依家我亦都講過點解佢唔即刻去減息，去令到件事咧，即係美國經濟可以好翻少少咧，因為佢之前做嘅決定令到個美國經濟差，咁啱特朗普咧行咗出嚟就打個關稅戰，我仲唔將所有嘢賴晒落你度，等你孭咗呢隻鑊先啦 ，OK， 然之後我先再去做嘢啦。因為早嗰排特朗普成日都講話要炒咗佢噶嘛，但係到依家又話我冇講過話要炒鮑威爾，所以其實咧而家市場上面對於特朗普講嘅嘢咧，大家都會有個保留，即係大家都會有個反應就係你又加關稅啊，你係咪想嚇鬼啊 ？OK， 咁會有呢一啲嘅諗法。所以鮑威爾呢招以靜制動咧，真係可以將所有大部分嘅責任咧，
轉移晒去特朗普嗰度。OK，咁但係去到6月嘅時候咧，因為其實本身由今年年頭啦，OK 已經係講緊去到6月嘅時候先有機會再減息啦。嗱，市場除非出現一個狀況，就係到6月嘅時候議息嗰一次，市場唔減息。OK， 唔減息嘅時候咧，先會令到個市場好大反應。OK， 咁當然你話唔減息嘅時候，本身嗱講一講先啊。假設依家已經係炒緊呢一個減息啦，啲人開始喺度買啦，慢慢升，慢慢升，慢慢升。OK，咁去到6月嘅時候，你試下如果佢話唔減息啊，就一夜插落嚟㗎啦。OK，咁但係如果去到6月嘅時候係減息咧，繼續飆一飆上去，然之後慢慢升，慢慢升，慢慢升，慢慢升。OK，咁所以大家要理解就係嚟緊咧，我相信個市況尤其是黃金啦，嗰個 pattern 會同呢度附近嘅升勢差唔多，都係會慢慢儲貨大升，儲貨大升，然之後因為一啲消息出現，一嘢插翻落嚟。OK， 咁可能大概3至4成左右啦，即係你經歷完呢一次，咁大家都會有一個理解就係，哦，原來你升咁多係可以2日之內跌翻4成落嚟，係㗎，完全冇問題㗎，因為市場永遠行趨勢咧，我哋都要用基本面去睇。咁當然啦，好多人都會諗就係到底咩位置入咧係會比較安全咧？嗱，咁我呢個位置咧會比較遠少少嘅。OK，咁我度咗大概3208呢一個位置，3208呢個位置。咁總之，如果佢落到去咧，我自己都會部署翻就係大手買入噶啦。OK，咁但係呢一排個市況咧，尤其是呢幾日啦，其實好難去判斷㗎，因為我哋暫時而家市場仲係處於一個比較上投資者仲係處於一個比較混亂嘅狀態，因為大家都要估下到底特朗普做唔做嘢咧，中國做唔做嘢咧 ？OK，咁所以佢係會發嚟發去。最近嘅市況咧，一定係行啲橫行市。咁橫行市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好容易去判斷就係點樣去玩咧。咁呢度又要畫啲圖俾大家睇下啦。OK， 嗱呢一個咧，暫時咧係大家可以根據住佢去玩嘅一個波幅。OK， 大概3346至到3289。OK， 咁當然喺上面就做空，下邊就做多啦。咁其實點解要咁樣做咧？因為個市場未有一個明確嘅指示嘅時候咧，好多時行一啲橫行嘅市咧，咁其實咧就會喺一個局限咗喺一個嘅範圍入邊咁樣會走嚟走去。咁所以其實大家如果攞住呢啲範圍去做咧，會比起就係你估佢向上多啊，定係向下多，會反而比較好少少。我哋要因應翻就係市場而家行緊一個乜嘢狀態，然之後調整我哋嗰個入市嘅策略，同埋揀一啲位置嘅方法。OK， 我哋唔可以話長期嗰個嘅策略都係一樣。當然你嘅注碼係可以一樣，但係我哋對市況嘅諗法咧，唔可以長期就係淨係得升同跌，我哋仲要有橫行呢一樣嘢嘅。咁而一啲橫行嘅市況咧，亦都係非常之好炒。咁所以大家如果你哋真係去黃金呢一度最近嘅炒法嘅話咧，我建議會睇住就係呢兩支陰陽燭嘅頂底啦，去做咧就已經係非常足夠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想做一個長線，咁我哋做得長線，我哋要考量嘅係咩咧？首先第一樣嘢一定係風險。OK， 咁所以我哋一定要揾一個最佳嘅位置。咁我相信暫時最佳嘅位置咧就係3208去到3235。咁所以去到呢啲位置咧，我自己咧亦都會係部署定，就喺呢啲位置度慢慢就係將我嘅資金分配好喺呢啲位置咧，係囤積一個買盤，等佢下一次嘅暴升。咁當然你話佢落唔到去，我哋點樣部署啊？咪睇翻市場嚟緊佢基本面嘅消息，幾時真係會 confirm 到就係令到我哋可以有個爆發性咯。即係譬如話鮑威爾出嚟話啊6月我哋一定會減息㗎啦，因為都係時候㗎啦。咁唔使講啦，我哋即刻慢慢開始吸納晒啲貨，慢慢睇佢升就 OK 啦。OK， 好，咁暫時今日嘅分析就去到呢一度先啦。咁最後亦都要同大家講咧，就係話通道咧 keep 住用啊。通道呢一幅圖咧真係異常地準確，即係大家會見到呢一度成個趨勢咧，基本上都係同呢啲通道有關嘅。所以點解我就係成日都話你哋畫圖唔需要學畫好多，最緊要學識一啲有用嘅畫圖方式就搞掂。好多人就會覺得畫圖好主觀，係好主觀㗎。調翻轉，我問你啊 ，Fibonacci 即係呢個黃金比率圖，你覺得主唔主觀啊？OK， 其實某程度上嚟講，佢都算係一啲叫做主觀嘢。即係雖然你話神奇數字啊，即係 OK 落翻0.236、0.382、0.5呢啲位置一啲神奇數字啊，但係其實調翻轉佢都係一個比例嚟嘅啫，亦都唔係話次次都中。咁但係點解啲人要有呢個技術分析咧？
咁其實技術分析同埋畫圖咧，某程度上咧就喺市場冇共識嘅時候揾出一啲共識。OK， 話俾人知，呢樣嘢好似有啲用喎。咁大家去最容易做咗出嚟嘅時候咧，即係譬如一啲上升軌、下降軌做咗出嚟嘅時候，大家先容易可以攞到個共識，就係度邊一個位置係大家都睇緊嘅位置啊嘛。OK， 即係技術分析永遠都係令到市場咧係容易取得共識。就唔係話俾你聽呢一個位置一定係贏啊 ，OK？ 咁你嘅技術分析簡單啲嘅話咧，亦都同市場大部分人睇嘅嘢咧可以係一致啲 ，OK？ 咁所以大家要知道技術分析嘅用處咧，就唔係話俾你聽嗰個位置係一定贏一定中，而係話俾你聽嗰個位置係同市場嘅人都一樣睇緊呢一個嘅技術分析，變相有個共識性比較強嘅位置嘅時候咧，我哋攞嚟入市亦都係一個參考咁解嘅啫 ，OK？ 好，咁今日嘅節目內容咧，暫時係到呢度到。咁如果你認為我講嘅嘢幫到你咧，不妨俾個 like 我 ，thank you 晒。The world's yours, it's up to you what you gonna make of it.